網絡頂頭有真儕影片中的小解電動遊戲哦，警方是抓到3個嫌犯在賣盜版的遊戲的軟體，嫌電動台啊攏是中國做的、仿的。初步估計哦，這盜版的軟體甲機台價值超過11億。刑事局智慧財產權偵查大隊來到嫌犯的店，除了看到直播的相關設備以外，塗骹這個紙箱啊內面裝的攏是對中國定製盜版電動台啊。那台啊是古早式的外觀，當然內底關的電動嘛攏是復古式的。智財大隊佇新北甲台中兩間店面抓到3名嫌犯，現場佫查扣130台的電動台啊，除了手部大的，佫有這款大型的。警方表示，原底是敢若查到對中國定製電動台啊，進一步追查發現，嫌犯敢若有找專門銷解電動的網青合作，透過因的直播，甲人帶來家己的網絡賣場，逐個月不法所得超過80萬。透過大陸這一邊來進行採購。各式客製化對於買家喜歡的一個經典遊戲看你是要桌上型或掌上型的一個方式。那我們目前了解，它是從108年開始從事3C 相關的一個販售。警方表示，嫌犯108年都捌因為侵權任天堂的電動控告，這回是日本的 SNK 電動公司來提告，攏總查到74000多件盜版電動，初步估計市價超過11億。警方強調，針對網青是不是違法，佫需要等待檢方的釐清，不止個嫌犯找網青合作去中國進口機台來台灣家己灌電動，軍工加有路，是過來較少看到的犯罪模式。它有實體的店面，然後它實體的店面是專門在經營3C跟銷售的，所以一般消費者如果買到有故障的情形，可以很直接的找到他們的店面。這種販賣行為在台灣已經很少見。3名嫌犯攏按照著作權法甲商標法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這款復古式的盜版電動台啊，特別是一台電腦同款，內底會當灌2萬多種的電動，確實聲真濟民眾去注文。警方呼籲，雖講買來家己耍無違法，不過民眾也是愛找正版的買，安尼才是正版。記者柯卡祖庫小用高雄場報道。